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余妍，又嚟到11月咧占卜啦。大家憑你第一感覺咧揀一張牌。抽中運牌嘅你咧，喺未來3個月，你嘅財運咧係會進入一個不明朗期嘅。例如係你嘅方向唔係太清楚啦，你嘅資金流動咧受到阻滯啦，亦都或者係你外部有一啲嘅環境變化。運牌咧其實咧喺呢一個嘅雷諾曼卡裏邊咧，亦都係象徵住一啲情緒嘅干擾嘅。可能咧係因為焦慮啦或者不安啦，會影響到你嘅財務決策，所以一定要記住要理性去到分析。亦都唔使驚，因為運牌咧其實只不過係象徵一種短暫嘅混亂，就唔係咧長期嘅困境嚟㗎，亦都咧唔係呢一個嘅災難牌嚟嘅噃，佢只係提醒你暫時睇唔清楚嘅啫，亦都唔代表你嘅財運咧真係會下滑㗎，只係咧你需要一啲時間去釐清一個嘅方向。抽中十字路口牌嘅你咧，喺未來3個月可能會面臨2條啦，或者係多條同財務有關嘅路線噃。例如咧，你有唔同嘅投資目標啦，你有唔同嘅事業方向，亦都或者你喺資金配置方面都有幾種嘅選擇啊。但係十字路口牌咧，其實咧係提醒你咧係要做出明確嘅選擇嘅噃。你稍一拖延或者係猶豫咧，都會令你錯失良機㗎。抽中咗女士牌嘅你咧，如果本身係女性，呢一張牌咧就係代表你自己啦。表示咗咧未來3個月你嘅財運咧同你嘅個人選擇啦、情緒啦、直覺咧都關係密切嘅。咁如果你係男性咧，咁呢張牌就代表咗咧，會影響你財運嘅咧就會係一位女性嚟嘅，例如係伴侶啦，或者係女性長輩啦、你嘅女客戶啦，或者係女上司嘅。而呢一位女性咧，佢嘅性格特質咧就係好聰明啦、好果斷啦、有主見嘅噃，感覺上面咧仲有啲威嚴同埋難以親近嘅。抽中男士牌嘅你呢，如果係一位男性呢，就代表你自己啦。財運呢，就同你嘅行動力啦、決策力啦、主動性啦都直接掛鈎嘅。如果你係女性呢，就代表未來3個月呢，可能會有男性提供財務上面嘅幫助噃，亦都有會提出一啲合作啦或者建議嘅。例如你老公啊，或者係一位好富有情感嘅男性啊。男士牌咧都提醒大家要主動去到創造財富，鼓勵大家採取行動啊，唔係等待機會，而係主動出擊噃。咁但係主動出擊之餘亦都要記得理性分析情勢啊。大家抽中邊一張牌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一下噃。下次再傾，拜拜。